后来过来是这个澎湖县政府配合着中央政府的振兴3倍券，要来拼经济，佮加发予县民每一个人500块的现金。今仔日是发放的头一天，一透早，县府的人员伫警察的介护下，甲一袋佮一袋现金袋啊搬就船，要运到七美甲望安。啊，这个传理干事嘛全部冻起来，要赶紧甲这个礼金发予民众。 野青保持警戒，这个袋仔是冻甲手强要赶袂起来。很重吗？很重哦。还要去哪里？七美跟万安。要坐船出发，远景全力介护，因为内面拢是要发予民众的500块的提振经济消费礼金。万安、七美都由我们的工作同仁，由警察同仁来护送。 透早规批的传理干事拢照叮当，上册清点红包袋内面数量爱比对，一个都袂使欠。礼堂内面嘛袂少远景伫顾，袂使出代志。啊，你是哪一个离岛？所港。所港啊，点完了吗？哎，点完了。啊，总共有多少份啊？2873。 澎湖为今日就开始发放提振经济消费礼金500块的现金，提倡增加囡仔依照各邻里的通知单安排时间来领，为下晡开始发，毛民众真期待讲这个财神爷的来临。